个哩，那那边那是什么？可能那klein女是洗吧里面那个其实刚刚我就是。我看到你的，这把马赛的我对你投资对你我去的我什么去了利益的了，还是我去的刚一的我去的我一个阿妈钱，我阿妈钱，我没钱，你刚一的我去的多，我就是那利益，要不去那偏路能打的了，那这要不去他那 Facebook 了看到你的，我了，要不是你的他们的要不住的你能不给住。他给了你手机，居然你都别了。他讲的是那你别让他打，他面包了你，他的面包了你，他好玩有点的了。我点了屋里这个来真的，我一听就你的韩国去没，我点纯粹在时间了，他就点里面的，你我讲就吃完里嘛的这个，我点的politics 看的，我点的现在是国情的，我点的刚一的我按照先吃的东西，我去我点了讲就吃完里，别说他点了。他听说了，他就他看到我变跑啊，那你在花园，那你拍我点了 Facebook 了，我什么马上呢？你去给你去做电视，我就去那个店里。